深圳2日1夜放電之旅，第一站我哋去咗 DX Park， 門票可以無限次出入，仲包埋免費自助餐、免費儲物櫃。呢度有個萌寵貓卡，入面有好多好可愛嘅貓貓，亦都有小浣熊，可以同佢哋一齊玩。佢哋好百厭㗎，有好奇心好重嘅丁滿，記住捉實佢哋，如果唔係佢哋會跑走㗎。呢度仲有好多嘢玩，有貓搖沙盤賽車、唔同類型嘅 Switch 遊戲、打麻雀、桌球、貓搖賽車、打鼓、Just Dance 跳舞、籃球機、賽車機、VR 射擊、保齡球同埋唱 K。你哋睇下我同朋友唱得幾嗨！如果想玩啲刺激啲嘅，仲可以玩埋呢個碰碰車、鬥牛機、小型賽車，仲有呢個動感影院，真係好真實啊！中間仲會噴水，搞到我都好驚。另外上網打卡仲可以送代幣夾公仔添。酒店我哋揀咗南頭古城隔離嘅萬心酒店，住喺呢度去 DX Park 玩可以以半價優惠買飛。呢間酒店係華住集團旗下4星級酒店，環境好舒服。逢星期5、星期6下晝4點6點有免費紅酒飲，玩到夜仲可以食免費杯麵。大堂亦都有好多小遊戲可以玩，仲有2隻好得意嘅雀仔添。玩夠食夠之後，終於上房啦！房間同廁所都好大，仲有提供日用品，真係好方便啊！酒店仲有 gym room 同埋洗衣房，配套真係值得一讚。第二朝 check out 嗰陣，記得夾埋糖果先好走啊！成個 trip 雖然好短，但係玩得好充實。大家記得 book mark 定，下次跟住我呢個行程去玩啊！